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。我发现最近呢，很多人在教我做这个自媒体啊，说人家啊，有的人怎么样做啊？可能呢你们没做过，也不明白是吧？每一个人呢这个风格不一样，然后呢这个内容也不一样。或许呢你觉得啊，他那个视频呢特别的精彩，但是可能啊，我想说的难听一点，还不一定就说能挣多少钱。像我这个样子，你看多简单。我就躺在这里随便拍一下，是吧？然后呢随便说一下，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。起码呢我能做到啊，每天就是啊随便拍，是吧？我想到什么我就拍什么，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。一天呢也赚不了多少吧，但是起码呢就说啊吃个饭，然后呢是吧？喝瓶饮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同时呢我也很知足了。我觉得呢这个方式还是最轻松的，是不是？你何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？对不对？